来看台南的关电有一个非法藏查扣的所在，废弃18天才拍花。伫安南区某一个非法囤物件的所在，嘛是直接发生火灾哦，互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这两个所在早就拢查到，嘛以上检方侦办咯。嘛强调讲哦，伫台南阁有162个类似的非法场所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嘛已经依照危险的程度来分类，会随有动作。为空中看，规堆废弃的木材导火了后是无法度收煞。这个地点是伫台南关电区的非法蹲查场。面对遮尔大的火势，消防员一直咧拍火，不过火却也伫咧废柴内底烧。这场拍火行动到今已经有18日。另外，伫咧安南区，同款有一个非法的废弃物坑地场，一直有火警发生，互当地的居民是真头疼。包括我现在站在这里，现在我门拢阮太冷木叫我什么都要门窗都要锁死的，因为现在味道都有了。有尽量有法度管积极，来安尼管处理你的，无逐工安尼分，囡仔也好啦，老人也好啦，尤其无滴也无感觉，迄个变倒来真正拢唔敢开窗仔门啦。停到半冬，真都烧起来，烧了要几个月20几天，这里面真正拢无动，真正无等袂掉啊啦。大家拢反抗啊！当地居民发要去市府抗议，会这么出去，就是因为非法的废弃物坑地场，无人管理，搁发生火灾、空气含水污染等等的问题，全部拢是附近的居民咧承担。这两大废弃物坑地场，其实早就已经立管处罚，不过改善进程却一直有火警发生。那本局在查获之后，都会予以重罚，那并要求清理人尽速清理改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如果清理人迟迟没有意愿清理的话，本局会预估代履行费用，那移送强制执行。环保局讲，目前台南市总共162大非法的废弃物坑地场，遵照统计立管，也是互议员批评市府拢无作为。对此，环保局强调，目前关电和安南两大非法的废弃物坑地场，检调当咧侦办。也内辖区内162大非法的废弃物坑地场，也会针对风险较悬的地点设监视器，随时监控管理。记者文正祥台南报道。